回顧一季度，環球股市震盪，而且風格逐步轉向均衡。債券資產先漲後跌，美元震盪反彈，黃金高位震盪之後回撤。展望二季度，經濟復甦同埋地緣風險正喺度同時塑造緊市場嘅邏輯。美國經濟韌性仍然存在，但係就業市場同埋通脹均有隱憂。中國經濟溫和復甦，內需仍然係關注嘅重點。歐洲滯脹風險上升，日本經濟弱復甦，香港經濟動能相對穩定。除此之外，備受關注嘅中東局勢持續升級，不僅推高國際油價，更通過供應鏈擾動同埋通脹預期上升，俾全球復甦帶嚟不確定性。美股嘅交易邏輯已經發生轉變 ，AI 概念已經從主題炒作進入業績驗證嘅階段。資金從估值透支嘅軟體板塊流向訂單可見嘅硬科技領域，同時以能源、工業為代表嘅稀土資產，因其確定性對沖嘅價值，正獲得資金嘅青睞，市場風格更趨均衡。對於 A 股，上漲驅動由風險溢價收復轉向盈利增長，全球原材料價格回升同埋製造業嘅復甦，正為 A 股特別係上游週期板塊嘅盈利改善創造緊條件。港股仍然係當前全球主要市場中估值最低嘅區域之一，其中例如公用事業、能源、電信等部分低估值、高股息嘅板塊，可體現類固收嘅屬性，仍然存在配置嘅價值。債市方面，降息預期因通脹擔憂而退潮，收益率曲線開始呈現平坦化，整體收益率中樞明顯上移，市場情緒偏謹慎。黃金高位震盪之後出現回撤，但係央行購金提供長期需求支撐，我哋建議將其作為長期戰略配置嘅一部分，而非短期投機嘅工具。綜合以上嘅洞察，我哋本季度嘅核心配置調整係將 A 股嘅配置從標配上調至中高配，同時標配美股同埋黃金，並關注中短期限美債嘅配置視窗。洞察市場，配置未來，招商永隆銀行資產配置，專業守護財富。